日向前日，歡迎大家到禮拜五晏晝10點準時收聽呢禮拜客家 Windows 國際客衝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呢禮拜節目就開始嚟關心這韓社兩岸之間最新嘅消息。TGP 中國嘅旅客來台灣地區嘅首發團對前日初時出發，不過本日嘅團長做咗充分嘅體會台灣之美。首發團預計會用10年嘅時間進行這啲政治嘅團結治理。一談到團結兩小時談時啲，當然團費並唔大。係高達嚟新台幣4萬人元。一個中國退休工程師鍾秋鳳當日頭茫茫嘅，總算得到第一團會出發咧，激動跳，因為啲後生嘅時節，一切就東上去來台灣遊了。日月丹碧，迫在心中蕩漾，阿里山嶺還在耳邊回響，台灣。呢度亞洲旅客鍾秋鳳準備嘅11900元嘅人民幣，未至會4萬人元嘅團費，一刀錢係寄託中國市場嘅業績。唔過呢度會看台灣嘅價，經驗未動大。呢度打出第一團嘅好名聲，盼日拜台灣治理嘅中國旅行社未準備好咧，會擺放嘅路線除咗阿里山、日月潭之外，還會安排中國民眾希望參觀嘅景點。喺個地方未唔會凊彩，有名嘅台灣小食，聽說未會吃困啊。我們希望客人呢，通過這個短短的10天9夜的行程呢，能夠感受到台灣是一個非常有感情的這麼一個地方，而且台灣是小而美的這麼一個地方。第一團嘅成員出發之前，大三人還做地領導旅遊手冊、老路線圖之外，還贈送獎嘅網送台灣圖嘅 T 恤，聽說為本團員搞到聽人嘅專輯。下飲食嘅消息，我哋關心係國際航嘅軍事焦點。美國嘅國務卿萊斯對30個月結束了北京嘅訪問，轉到華府。萊斯忙到30點鐘嘅訪中行程，除了探訪四川大體通嘅載面，還先後撈中國嘅總理溫家寶，還有國家主席胡錦濤兩個人見面。同時之前撈中國嘅外長楊潔篪見面時間，萊斯是希望講中國做咗繼續制裁津巴威穆加比政府，不過對兩項要求中國嘅態度非常保留。The sham election there is likely only to bring more misery and perhaps violence.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really now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t strongly. 非洲聯盟同啲危機開會，美國出題希望非洲國家做地對穆加比政府發出強烈警告，未希望國際社會做地主動津巴威境內嘅暴力，因為中國未留美國強用向安理會送驗理事會之議，要通過制裁案，要要中國嘅同意。不過中國出題係津巴威嘅貿易盤，未係主要武器供應來源，佢做對制裁北京嘅態度同保留，香港希望津巴威朝野做地進行對話。另外30幾年嘅行程，來自啲北京頭面免費嘅中國總理溫家寶，老國家主席胡錦濤，文武兩省人都對美國出錢出力，對四川地同載面嘅安置天數表示感謝。來自出題重申，美國總統布希將會喺北京看奧運，面對中國啲北韓核武問題，老兩邊會談攀岩嘅共識本共同嘅傾聽。另外台海問題，歐美媒體就冇講乜嘅，只有中國媒體嘅報道指出，美中雙方同意反對台獨嘅立場。今天實在要就嚟關心這項最新嘅調查結果，歐美人權機構嘅研討報告指出。幾乎聽說嘅極不順應，不論係對大嘅地方就係教育呢度層面，都係最受到歧視嘅錯覺。其中，近年有6萬人嘅極不順應嘅意大利國家情形係最嚴重嘅。今年5月，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區極不順引起，數到意大利居民兵火攻擊，仍然係因為有一個極不順應成為綁架當地居民嘅惡壓嘅，佢哋嘅衝突不得引起到幾百個極不順應，不得不再到其他地方去，一個案例係全歐盟地區極不順錯權成法嘅屬樣。Roma people in Europe are dying 10 years younger than any other of the populations. We are facing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nse that 90% of our people are unemployed. The children, just because of gaining very, very bad education, there is no hope for the future. 歐盟人權機構地方嘅教育、社會福利一條層面，檢視各地區民眾嘅情形，結果無論係以哪一點做比較，極不順應都係社會底層最弱勢嘅一群。The situation is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 There is no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of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gypsies in the camps, and Roma
are becoming a scapegoat for any social insecurity or bad feeling that there is in the population. 基本上面面临嘅最大問題係留租料社會冇辦法用下，嗰時當局原來是早地啲社會表現高成法，只是推就按用下來，本問題變到行卡冇辦法解決。有咩研究研究過，唯一嘅辦法就係啲解決基本上面基本生存嘅問題嚟做，將早地化嘅社會學一個嚴重歧視嘅問題。平常呢係買菜時節，大部分人都會討外顯下環境生活下降嘅搶菜佬果子。不過鄉親朋友可能唔知，其實澳門從1980年代開始，隨住立法規定搶菜佬果子外顯，向上到睇這可能冇是現象太奇怪，全部都係疊貼，總得拿到市場來賣。不過呢下全球糧食價市近來警告，澳門農委會是已經按實而回貼兩條唔係當合理，同時又係大宗食物嘅條款。第二大啲嘅傳統市場後，各種搶菜果子馬街都有，有嘅愛行動者，有嘅肥肥，到底哪種先好食呢？談經驗同道嘅菜販老民眾用嚟講。No, perché faccio questo mestiere da 30 anni e papà mi ha insegnato che a casa portavano i pomodori i più storti, i più brutti, perché significava che non era trattata la roba. Oggi un pomodoro bello, un pomodoro tutto perfetto, un pomodoro senza segni è sintomo di avere un trattamento di... You want every apple to be the same size and the same colour. Those things exist and they're usually fairly tasteless. And I, as a careful buyer of fruit and veg, avoid these things. 雖然搶菜果子嘅外顯鬧應用價值冇相關，澳門早就啲1980年代就立法詳細規範搶菜果子嘅外顯鬧態勢，使用合乎有36條法規，將有資格從事販賣。其他嘅產品從係非法嘅西內瓜，也係切切嘅用料。雖然共用有似有好食，唔過因為冇商業價值，搶做嚟點熱垃圾桶。澳門嘅農業委員本人認為，搶菜果子嘅外顯標準應該本市從老消費者之間認聽，故所打算對青年非法相關嘅36條法規，冇想到呢太啲帶頭總共17嘅成員國反對，仍然係受造成消費者嘅困擾。事實上，也嘅議題未本澳門議會論在嘅同學嘅反對理由，佢都認為國際辦證明澳門係嘅專制嘅機構，想盡辦法控制人民生活，就連搶菜果子都唔俾過。一項全面性嘅壞消息嚟關心係全球暖化問題，可能會見到更嚴重。了解美國嘅科學家所講嘅，今年北極嘅熱天可能會短暫住冇變嘅現象，了解係人類史上第一擺發生嘅。台灣嘅風雨摩沙衛生二號因為龜土嘅國土非常嘅高，還有做咧觀測昂高嘅特別設計，做得到珍貴嘅北極圈嘅影響。呢下就係持續嘅監測北極嘅變遷，希望在為科學家提供更多暖化嘅證據。全球暖化到底就更嚴重，美國就科學家是講，今年熱天每睇咗係9年可能是深度變。What we've seen through the past few decades is that the Arctic sea ice cover is becoming thinner and thinner as the system warms up. 科學家認為，也北極天氣肯定嘅變非常嘅薄，ทั้ง個去年冷天嘅世界將顯現嘅天然嘅變，可能啱過未來300年嘅熱天，減排要動態嘅問題。科學家是講，至少要設上1年嘅變，喺9月份大之前會全部溶脫。北極一旦係溫室效應最顯明嘅維數之一，也變成加速溶脫過後，漸漸嘅海水會吸收很多嘅熱頭，就會加速暖化嘅速度，就會嚴重威脅到生態圈。All of the animals in the Arctic are dependent on the sea ice. If we lose the sea ice, it's like cutting down the rainforest. You can't have all of the biodiversity without the life support system. 台灣嘅復會2號認識到2年前觀察到特別嘅北極特別嘅現象。呢下復會團隊表示，復會2號因為龜土高度高達850公里，就要觀測45度嘅特別設計。呢下就要觀測北極圈兩種特別嘅條件，還有技術提供相關嘅影響，幫科學家提供很多嘅暖化證據。現在當受到歡迎嘅樣式，追求就會破咗天然嘅 Sex and the City 入夢上市。當強調唔是持續了獨立嘅進行，本當到社會看了之後，都當受到感動。實際上對美國到加拿大嘅地方，開始有見到嘅唔少朋友，記得係2月之間選出嚟判比美勞工就係講冇強用選票嘅男女版，電到嘅選出唔少朋友強下了，所以希望做啲享受唔是小利嘅，利就樂趣。
當到已經結婚嘅婦人家，幾年無限定頭度老夫卡西頭，以及攬咗愛兩頭兩面愛點錯，所以一定要變做幾日條輕鬆為嘅。故數加拿大意見電視台針對五線觀眾推出五線專屬旅遊節目，紹介各種適合五線參加嘅旅遊行程，同數度分享。I think when you travel with women, you're nobody's mother, sister, lover, partner, wife. It really gives you a chance to be yourself and be accepted for who you are. 事實上，被媒體期又見來見到已經結婚嘅婦人家，先前簽時離開屋企，留記下嘅好朋友窮下出去了。唔但想做啲本期也掉，有機會好多平常時冇機會接觸嘅婦女發託，未做啲享受土家嘅滋味。That's the main thing, i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cater to their husband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hey want to just concentrate on themselves, which they rarely get to do. 就美國汽車協會統計，23年來已經有24%嘅五線參加過五線專屬旅遊，同時還有40%嘅五線當地嘅規劃將按用嘅旅遊法通，就嚟看到天天五線設計見來見有著作，五線旅遊嘅方式未見來見冇共用。咁係啦，旅遊嗰啲消息有嚟看到。到台灣，你有台鐵、包括有高鐵兩條交通嘅設施之後，是提升咧你出差效率還有品質。我相信鄉親朋友可能有兩種經驗，是錯誤差時間，因為小朋友唔知做乜嘅，才可以去緊教，冇是緊鬧。突然見到嘅家長又不懂講解，冇解冇實，下巴是騙幾條講，是騙小朋友會欠警察將幾條做走，造成兩條小朋友出差經驗就變到唔歡喜。針對兩類嘅問題，兩對 LG 嘅混亂，佢哋就想出解決嘅辦法。佢對火車地圖設計咧，兒童樂園嘅設置來滿足小朋友生活好聽筒嘅需求，用包含家長、小朋友到其他遊客都在得到當舒爽嘅出差品質。對芬蘭總鋪，媽媽帶定兩個細人嚟愛坐火車，坐當久又愛照顧兩個細路嘅，驚怕會凍腳。好在芬蘭嘅長程火車，特別就一種兒童樂園嘅車子。It's easy way to travel when there is something what children can do. They play and I can sit and I don't have to run after them if they go around. 媽媽唔但搶上列，還上錢。The adult pay, but don't under 6 older. Sorry. 一種車子對車門以來看到嘅就係為細人嚟準備嘅，歷史堂配合細人嚟嘅成果，但係為嘅後背有漫畫有圖書區，細人講嘅還有了解嘅，另外還有做啲親子同樂嘅各種設施。What's that mean? He said that it's funny. And I speak English. He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 say. 兒童車子還有家庭式嘅包廂，詳細看一下也係群眾嘅設計，嗰一擺表現出希望增進人老人之間嘅關係。呢部客人坐車嘅12歲以下嘅成人呢唔使錢，外公司機嘅也有專門嘅空間，咁樣就唔會搞錯到病人。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us and welcome aboard again. 可能唯一嘅麻煩係，既然愛咁強，也愛嘅壓力，讓會老車子殺到流檔咯。聽講係因為調查顯示，小朋友希望愛有好嘅視野。近條睇到美國咧，看一輕鬆有sense嘅場面。加州呢個禮拜2日舉行嘅狗兒衝浪大賽，你看到因為狗當大膽，咁以條狗設計企到衝浪板單背，旋風破浪非常嘅風險。另外係老幼嘅是要注意強下衝浪，又展現咧當好嘅評分技巧。一隻釣魚狗堅持嘅係唔長指揮衝浪板，為夾嘅位佢係冇夠長咧。一條蛇形狗作成救生衣，本主人男仔看起來有啲驚，不過一企到衝浪板，佢完全做冇強咧，身體還會保持平衡，作成浪頭嘅節奏，衝到夾走浪頭，本大家見很好。落佢內比，一條大狗嘅看起來嘴啲唔白咧，冇辦法維持平衡，跌到水底度，唔主人夾嘅位就過去，將佢雪搶到嘅海水。一場狗兒衝浪大賽，有60隻寵物報名參加，大家狗兒有300機會得到評審嘅注意。評審是就狗兒喺衝浪板當展現嘅自信，衝浪起力嘅創段，讓後面做得足定浪頭嘅節奏，創個浪頭嘅能力來打分數。
铁路介了主系比赛桥的老主人展现党学感的气，两三年一条桥伫冲浪板当展现党学的拼翻感。冲浪板挑战啊桥的下展现出冇人做得比较自信。假使讲有两种自信，万人素养就冇重要咧。可能关于新地强来看，2礼拜的黑冲社教时，而小家嘅很难出词汇。这边图大家有认识的3只简单的字母是 S4C， 就是全世界唯一的文字语电视台的演家。1982年所成立的，佢係成立到佢嘅首都卡提夫，以下總共有3隻拼圖。分別最開始是叫做雷比拼圖 S4C， 佢哋大禮拜嘅放送37點鐘嘅節目啦新聞，譬如黃金時段，又是晏午頭6點到10點，全部都係用文字語嚟發展。然後咧，1998年又成立嘅文字嘅數位拼圖 S4C Digital， 然後改為更多拼圖 S4C2。佢哋當年嘅經費差唔多就100，又係新台幣60億元。咁啊，台幣嘅經費都係來自英國嘅文化、媒體、然後體育部門。對啦，當中就差唔多3億元嘅台幣來自賣節目版權，然後廣告嘅專業。至於 S4C 是呢2禮拜全球焦點主要嚟討論嘅內容。對2003年青年出去所成立嘅客家電視台，2禮拜拄好係滿5週年。對只特別嘅時間點，除了讓鄉親朋友分享呢個喜節，也當局規劃咧，就只按照他山之下嘅特別報道，將國家採訪團隊分別帶到英國嘅威尼斯、然西班牙、加泰隆尼亞。我來看嚟世界講嘅 S4C 啦，能一隻出圈電視台按照 TV3，到底呢兩隻分別成立已經26到25年嘅電視台，佢哋遇到哪啲困難，克服了哪啲挑戰，同呢隻過程當中又有哪啲係呢客家電視台最有好識嘅地方。廣告之後，他山之下特別報道，我圖鄉親朋友前進威尼斯。